今次嘅事件講嘅係香港政府高層人事變動嘅傳聞，特別係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據報短期內離任嘅事。呢個消息一出，就喺香港政界同媒體圈引起咗好大迴響。因為特首李家超嘅任期仲剩低唔夠1年半，呢個時候突然傳出局長離任，難免令人聯想到政府內部嘅調整同埋一啲政策問題。今日我會詳細解釋事件嘅來龍去脈、背景、影響同埋各方嘅反應。我會盡量詳細俾大家全面了解呢件事。首先嚟講下事件嘅起源，呢個傳聞最早係喺2026年1月22日見報，主要嚟自明報頭版報道。佢哋話從多過一個渠道得到消息，指政府短期內會有高層人事變動，至少涉及2名問責局長，就係何永賢同曾國衛。呢個消息一出，其他媒體如香港01、信報、東網等等都跟住報道，變成咗當日頭條。報道話何永賢離任可能同大埔居屋宏福苑大火事件有關，因為呢場火涉及房屋維修監管問題，而房屋局正係負責呢方面嘅。另一方面，曾國衛離任就可能同佢轄下部門近期嘅人事爭議有關，例如駐天津主任鄭振生嘅事件。呢啲傳聞唔係空穴來風，政界早就有流傳話喺農曆新年前後或者最遲喺全國兩會前，政府會換數名局長。何永賢同發展局局長甯漢豪被視為高危，但係曾國衛嘅離任喺唔同來源間有分歧，有啲話佢唔喺名單內。講到何永賢，佢係房屋局局長，從2022年7月上任到而家，已經做咗3年半。佢之前係建築署長，係專業出身，喺本屆政府首次做問責局長。佢主要負責簡約公屋、簡樸房同埋收回公屋單位等政策。呢幾年香港房屋問題嚴重，輪候公屋時間長，樓價高企。何永賢一直喺度推動增加供應，但唔少人批評進度慢。尤其係2025年底大埔宏福苑大火造成多宗傷亡，坊間一度誤以為係發展局屋宇署負責監管，其實係房屋局嘅獨立審查組負責。呢件事令到公眾對房屋維修嘅關注度大增，何永賢被指責監管唔力。報道話呢場火可能係壓垮駱駝嘅最後一根草，令到佢離任嘅傳聞浮上台面。何永賢喺立法會被問及離任傳聞時，回應話滿腦子都喺度諗我嘅工作，相信做好每一日嘅工作，好嘅事就會喺未來出現。呢個回應聽落唔係正面否認，但係都有啲樂觀嘅味道，仿佛暗示佢會繼續努力，但係唔排除係避重就輕。再嚟講曾國衛，佢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從2022年上任，之前係入境事務處處長。佢最出名係喺2023年負責完善選舉制度，推行咗愛國者治港原則，令到立法會選舉投票率低，但佢話係提升咗質素。近期佢轄下嘅駐天津主任鄭振生事件鬧得沸沸揚揚。鄭振生喺網上晒接受自有私人船艙款待，涉嫌違反防止賄賂條例，政府已經終止佢嘅合約，並轉介執法部門跟進。呢件事令到政制局嘅管理被質疑。曾國衛喺立法會被問及時話唔方便講，之後透過新聞秘書補充，唔會就揣測性嘅問題作回應。更有趣嘅係1月22號，曾國衛缺席立法會會議，由副局長胡健民代出席。胡健民被問及離任傳聞嘅時候，都話唔回應揣測性嘅問題。呢個情況更加令人覺得傳聞有啲真實性，因為如果完全冇事，點解唔直接否認呢？政府嘅立場就簡單得多，發言人明確表示唔會回應揣測性報道，呢個係標準回應。政府一貫作風，唔想俾傳聞發酵，但同時都冇否認，俾人更多想象空間。事實上，香港政府上一次高層人事變動係喺2024年12月，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同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被免職，由常任秘書長接任。呢次換雙雄之前都喺政界流傳咗好耐，證明咗傳聞唔一定係假嘅。今次嘅傳聞背景都係李家超任期尾聲，
官場人事調整頻現，唔少人猜測係為咗下屆特首鋪路，或者解決一啲政策問題。呢件事嘅影響唔細。首先，對房屋政策嚟講，何永賢離任可能影響公屋供應計劃。佢之前喺立法會話，未來10年公屋輪候時間有望降至4年以下，但而家輪候時間仲有4.5年左右。如果換人，政策會唔會轉向？例如更注重私樓供應，或者加強維修監管？宏福苑大火之後，公眾對居屋安全嘅擔憂大增。如果何永賢走人，可能係政府想俾公眾一個交代，但係同時都可能令到房屋局內部動盪。另一方面，曾國衛離任對政制事務有乜影響？佢負責舊年12月立法會選舉，投票率超越上屆，獲得國務院港澳辦讚賞。但係鄭振生事件暴露咗部門人事管理問題。如果佢離任，可能係為咗整頓內部，但係同時都可能影響香港同內地嘅事務協調，尤其係喺兩會前。從歷史嚟睇，香港政府局長離任唔係新鮮事。例如喺2022年，李家超上台時就換咗好多局長，包括孫玉菡做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何永賢自己都係嗰時上位。呢啲變動往往同政策表現有關，或者係中央嘅意圖。呢次傳聞如果成真，可能係李家超想喺任期尾聲做最後調整，確保政府穩定。但係如果唔成真，就可能係媒體嘅揣測，俾人借題發揮。公眾反應方面，喺 X 前 Twitter 上有唔少 post 討論呢件事，例如有人話曾國衛最出名係拜習總書記大頭照，點知任期未完就冇得撈，有啲諷刺味道。又有人分享明報報道，話消息曾國衛何永賢短期內離任，並質疑係咪假新聞。其他 post 就提到鄭振新事件，話政制局有問題。整體嚟講，公眾對呢個傳聞有興趣，但係唔算太激烈，因為香港人對官場變動已經習慣咗。媒體分析就多樣化，有啲話呢係政府內部權鬥，有啲話係政策失敗嘅後果。香港01就引述政界流傳，指甯漢豪都係高危，唔止2個局長。詳細嚟講下何永賢嘅背景。何永賢係建築師出身，喺建築署做咗好耐，專門負責公營房屋設計同埋發展。佢上任房屋局長之後，推動咗天倫樂計劃，讓長者同家庭早啲獲編公屋。過去10年有7萬家庭受惠。又有長者業主樓換樓計劃，容許長者喺未補價情況下換樓，套現養老。但係批評聲音都唔少，有人話佢對樓市調控唔夠力，導致樓價高企。又有宏福苑事件，火災之後坊間誤解監管責任，之後澄清係房屋局負責，但係公眾信心已經受損。何永賢喺2025年曾經話房委會年內敲定長者計劃，但而家傳聞離任，可能令到呢啲政策延遲。曾國衛嘅背景就更政治化，佢從入境處出身，喺2021年做憲報局長，之後升政制局長。佢最出名係完善選舉制度，推行 DQ 機制，令到反對派無法參選。但係投票率低，佢解釋話係質素提升。近期佢喺立法會缺席，副局長代勞，更俾傳聞火上加油。鄭振新事件係焦點，鄭喺網上晒船艙款待，涉嫌收受利益，政府即時終止合約。呢一件事反映政制局對駐外人員管理唔嚴，曾國衛作為局長難辭其咎。擴展嚟講，呢個事件反映咗香港政治生態嘅特點，問責制下局長表現唔好就容易被換，傳聞往往喺政界流傳好耐先至見報。今次係咪真，仲要等官方公布啊？但如果成真，可能影響李家超嘅形象，因為任期尾聲換人，俾人覺得政府唔穩定。對公眾嚟講，房屋問題係民生大事，如果何永賢走，邊個接手？政制事務涉及港澳辦，如果曾國衛離任，會唔會影響香港同內地關係？再講下類似事件，喺2024年，林世雄同楊潤雄被免職，前者係運輸問題多，後者係文化政策唔得力。呢一次何永賢同曾國衛如果離任，原因類似，政策失敗同人事爭議。政界有人話呢係中央干預，但係政府否認，
公眾意見分歧，有啲支持換人，覺得需要新血，有啲覺得傳聞太多，政府應該透明。總結嚟講，呢個事件仲係傳聞階段，兩位局長都未正面回應，政府亦不予置評。但從媒體同 X 上嘅討論，呢件事已經引起關注，需留意後續發展。如果有官方公佈，就會知真假。